种牛眼感的啊，放感啊。啊，我买一把青就差呗。系啊，唔怕。哇，看唔出来有钢铁呢，皮肤暗强。吃多该水果是都按奖啊。这也这两太狗平常会做嘛条路的啊？警官退休。哇！把他抓走。他们都是很摇，没有蓝水搭搭边，等一下，那是打沙圈走的来学咯。地来地，因为压肚后半掌，啊，唔够天草油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赌猴。肚后那活签就不要吃。哎呦刚刚讲这个粉红的樱桃树，樱桃比较好哎。我又不是华盛顿，林格文，我冇偷幾講啊，漏記得講。因为好家熟啦。誒，是姓林叫格文吗？係啊，林格文今要不開始大改片啦，你看到冇？嘿，林格文，要哈，聪明哎，做都懂后生呢。哎妈，你该不会当初娶老婆的时候，不是老婆吸引到你，是崇明儿的这道菜吸引你吧？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。 Hello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还。有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薯坤，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我係白強。今日嘅東北戲來到一個水果嘅王國，就係苗栗嘅三板鴨豆味哦。嘿，來到三萬吼，其實最有名嘅當然是水梨啦。唔錯，你想過奇怪來到三板，奇怪謝林師傅你有冇冇來？啊，這裡不是他的地盤嗎？你們其中一個人是 Coco 哎 有嗎？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嚟來分享到係盧尊炳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好，還有親友放棄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黃希，大家好。阿歡你好。他們兩位可能真的有一位是，等一下我們摘開他面目好了。來分享到今日嘅沉水站，我有特別呢係從明愛劉西羅，分享到係一九四劉思良太哥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放羊，放羊。歡迎。好，接下來呢，咱就會紹介到咩非常難得嘅組合哦，北美老七五強校，正連教老壯性級。哇！哇，哎呦，阿後生哦。對耶，東南地咧，我們原本呢兩處嘅水五都係東南地嘅組合，但係特別係算係長明愛，對不對？劉西羅感情當好誒，哎呀，今日有冇派出補友來呢？不用送白去嘞。上班去咧，負責傳簽他呐。請大師來，搶都搶聰明兒來。那今天比賽應該很有壓力哦。哦，盡量啊。盡量啦哈！啊，到三萬也特別有乜嘅好教嘅好食嘅老太家去分享一下。有啊，有牛嘅，有感的啊，哦，也有各種嘅，誒，乜嘅都有啦，呀。談起到牛盅哦，啊，牛盅係冇？有哦唔，做乜嘅？啊，種牛眼感的啊，放感啊。啊，我買一把青就差嘅。係啊，唔怕。哇，看唔出來有鋼鐵呢，皮膚暗強。吃多該水果是都按獎啊。真哦嘅，三萬的人全部食水果食到衝喺點嘅什麼插圖一樣。哦，真的，跟田園呢，係啊係啊。也特別係有乜嘅好料嘅老太分享一下。也比較後山後水呀。後山後水，那你就好料就錯誒。嘿啦。啊，就因為這邊就是你看，又有山巒，又有美景，一講誒。係啊，我實下來問一下吼，咱水吼，哎，幾家下講吼，幾時家入種果子呢？哎，我們自己有沒有種？有沒有哦。重量夾嘅雲丹腰，哇！哎，真的三番係水果之鄉真哦。嘅呢。唔過定見面看一下，來到三百 T 嘅食材係乜嘅咧？好，等一下打開了以後，假設係果子哦，應該不意外啦。不過對到底係乜嘅東西，實實來看。哇！你係串切，重慶係我最好嘅搶菜耶！我每次到山上點的野菜都點這個，你係好食嗎？當好食翻翻的呀。哦而都炒嘅麻油啊，哦各位嘅醬豬肉用下來炒啊，當真得。先來分享到一個傳奇嘅牛年，係一個番蒸果、番太果。全嗰個。哦，來。阿叫冇看到誒，係哦，收埋來要。你們有啦，你手機收埋手機食材係乜嘅咧？嗰種嘅長頭嘅，從頭啊誒，有冇看沒有中呀？呀，當切啲東西啊要，送去野菜吧？係啊，哼，啊，我早上一天講會食嘅，哇，看到呢麼？係啊，而食起來口感會好好，啊，味道味會好甜。嗯。因為我記得我送埋去拍節目雜架，其實係樣，真嘅係看唔出來種東西嘅素材，就個白辣角啊，其實想出來好像是
长得很像是野草这样子。哦，暗沟给上暗后色，我才发现原来我那么爱吃的青菜，上了样呢。有的你可以周捏的干哈，就会是这样的哈。好，月子餐的达人，冇錯，也是用麻油落去炒。對啊麻油是啊，而家當好笑。啊，今年係用麻油落去炒嗎？今邊咪係麻油炒前期啦，屬於哦簡單的，屬於簡單的生法啦。穿一下，穿一下。它有一點黏黏滑滑的口感。咕溜咕溜啊，有哎，所以有一点像海菜耶。是啊是会这样啊。哎。心宇，你觉得呢？问小朋友最准了，你敢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食哈。好生嘛，好生嘛好。吃，好食好食同班，正言同班。嘿，冇怪講呀，三萬嘅特別好山好水又好奶質，種出嚟都好啊。青島東西，青島農產品，品質全部當好。吃起來滑溜滑溜啊，韓國佢咬起來又唔會軟軟爛爛的，佢邊切切呢？是啊，主要是幾個新鮮的味道。啊，很健康。是。好，今日呢就嚟按針地位食材傳奇，用下嚟做踢館嘅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歲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哪樣嘅傳奇嚟做料理咧，煮料好食嘅法吼，哦，連太年細子都會學喏，不做冇咁簡單哦。先看哪樣風吹帶來嘅料理係乜嘅？麻油瓊拌傳奇，麻油瓊拌傳奇是最經典的料理了。經典當中要吃出什麼，你知道嗎？傳奇。哦，傳奇串切傳奇哦。對。好，我們新宇也要帶來傳奇咯。睇看一下，咱最近要做嘅料理係傳奇炒豆腐。哇，看到新嘅上映哦，就覺得很酥麻，融化了一半，評分就大概就會靠這邊走了一點，對不對？可是很可惜，給人窮吹。好，比賽馬上就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的哦。好，馬上下來我這邊看看我哦。哋冚家片哈。一來天通咯。我們要來見證傳奇。是梁太狗平常會做馬條路的啊？警官退休。哇！把他抓走。他是壞人。他是好人。他真的是壞人。那是兩個有還有多位你要叫他切嘛？我切九馬時。平常有對煮菜嘛？啊？有啊，你休養咧開始學煮菜。哦。真勁哦！哎呀。啊，係樣聰明我教你啊，係唔樣咧。聰明我幾位講啊，咁妹會講啊。啊，咁妹啊！今年用唔用松板豬來做啊？這也係我最好食的用菜啊。哦。真勁哦，不錯，像聰明我煮本身。做得啦，做得了。對啦。大哥很大方哦，把自己珍藏的宋板用拿出來煮。哎呦，你叫自己刀工當好呢？冇啦，只兩個人學到啊，又要按多年啊，要搞啊。會緊張嗎？比賽？還好啦，還好，是不是？常上鏡頭。哎呀，這小 case 啦，小 case 啊，吼。反正根本你不管有樣冇樣，講就錯誒。你看今日大班都按講。沒有。講喺度煮菜最主要。平常有中獎嘅啦。係啊，係啱講煮菜，哇，都會講背呢。哎呦哎呦。好，我跟先狂加片好了。心怡拿豆按台地的豆呢？心宇，這個是你教的嗎？有沒有按厲害哦？你大擺會聽媽媽煮菜，佢就會順風教啊。哦，教嘅。啊教，佢就會學啊，就佢自家學啦。係啊。心宇，你會聽疏通嘛？通菜、通搶菜，兩個咁大。要水肉滾的哈。滾了哈。素飯啫，係。好。按用嘢落去。你哋一串切係切較重嘅嗎？我嘅手橋呢窄嘅，啊所以無錢，因為都好按叫落水，無錢太皮啊。係啊。唔怕學學時候。來，鬆誒鬆誒。當暖啊。攪一下，讓它有浸到水。問一下心宇，像你喺燙青菜嘅時節咯，燙青菜嘅時候，我加油也係加鹽嗎？要加油或者鹽巴嗎？冇呀，鹽一啲啲。好可愛那個小拇指，會按緊跳起來呢。哎，這個是英國紳士跟淑女才會有的。對啊，好，來，攪一下，攪。哦，好棒哦！療癒哦。你要不要趕快撈起來？
天冇會發表我熟睇咯，關睇咯嗬。哇，你懂會卡快耶！用快一夾啊，懂會夾呢要哈。用快一夾。好，先幫你做一下，先看一下。來，哇！哦，BB 表表咯。你叫姐解下冇看到你錄嘅送朋友嘅時間就不用嘛嘅。有跟用太拍款啊，底下炒的是用啲鹽落去，安尼用所以冇調油哦。冇，哦，係咪差唔多誒？差唔多咧，都這樣子肉質好滑溜下哈。滑溜嘿，安尼炒人又香。哇，係香哦！那個薑，哇，這一盤就是4兩哥最愛吃的。你咪馬油係啊？點馬油咧？好，落馬油啦哈，唔係按多油啦。哦，喺度邊乜解？薑媽，落薑媽好食。哦，呢啲係切絲哦。嘿，anh nghe川七冇同過，直接炒是同嘅。嚇，因為凍暖。哦。我使用太廣東輕風呢，係聰明愛煮本色，係啊，像媽媽用嘅嗬。係啊，聰明愛唔起媽媽。係啊。你係鄉下大係嗎？冇鄉下大。因為我喺東圈哈，因為過來。東圈啊，他住對面山上，我住在附近。係啊。哦。我是盤咯。係啊，就黑黑嘛，就會在上面。係啊。好，一點水給我。水係啊。水。啊，水一定要一點水哈，我們炒的川七才不。現在我想要炒川七的，可以了嗎？可以。做得。找面過來這個鹽巴還有點乜嘅？米湯係啊。不要放糖，好不好？沒做得啦，抗議之家。看有沒有鹹啦，等一下再看啦。好，冇問題。因為我想說，你就用個柑橘咧，柑橘就甜咧。這個川七可以放下來了。有沒有酒在哪裡？有，是要自己喝的，還是要放進去的？太少了。這家啲咩啊？聰明愛，做都懂後生呢。你該不會當初娶老婆的時候，不是老婆吸引到你，是聰明愛的這道菜吸引你吧？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炒熟來哈。要起鍋之前在那個。哦，你要陳面旁邊夾片哈。等一下掰醬醬了呀。掰醬哈。好，我們都勾一看一下，等下就可以了。我們好像是用馬油來煎豆腐係嗎？係，啊個邊嘅薑麻，薑麻。剛剛把握時間哦，我們那邊已經差不多好了。兩斤豆腐辣嗎？辣係啊。因為川七冇青豆啊。哦。所以你等下豆腐煎好時，川七豆係向下炒嘅啊。係，就拉一下就好了。拉一下係啊。哦。我看見到切嘅豆腐安泡個嗬，讓我想到豬肝呢。豬肝啊，因為強龍係馬油。你一炒豬肝未當好事咯。也是月子餐嗎？沒配啊。同步哎。新宇，這道料理你有做過嗎？沒有。放梅煮嘅菜好食冇？好食。好食咯，大擺都有去放梅木卡食飯冇？細細係土太嘅。細細唔土太哦。乾淨安好。安有調味料嗎？係一啲咧。好。好，差不多，來倒數，你們繼續做哈。調味係嗎？乾地有沒有加落？對。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來吃吃看哪題管理度，乃木卡米西卡好食呢。哇！你們也就和厚厚本太起卡了不一下，因為現在呢已經立秋過了，所以厚厚老身體就卡雜的啦。是宅沒做的，是粉的沒做的，先來吃吃看，我們有樓呀，懂咱們這位窮班族哦，而且是我們聰明兒煮哎，大家的聰明兒，對，煮哎全部都做的，給我們好像坐月子一樣的感覺。因為還用送朋友來做嘞。對，可是伯謙你的感覺應該不像坐月子，哎，我一直你的像是安胎，我一直都在。對，咁記住那道嗎？也要加到分哦，哈，好香哦！那大把披頭呀蜜頭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在山上，因為我只有在山上的時候吃得到這個啲味道啦，仲有芽菜。好，來吃吃看啦，哈，聰明愛，做到懂後生呢，哦，真勁呢，冇怪，你該不會當初
娶老婆的时候，不是老婆吸引到你，是从敏维的这道菜吸引你吧？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。安够安泰，好好吃。哎，真的好吃哎！因为该下该送办用咩先用该便宜分先录一下，所以基本系滑溜诶，它就该那个串切了，基本上是炒起来滑溜诶，所以整道菜就觉得你侬我侬融在嘴地部度安用。你问那个新宇就第二啦。新宇，你感觉有好食吗？韩太早。韩好食，佢韓講兩擺呢，佢唔係講韓好食，佢係講韓好食呢。你不要模仿。好，再一次，幫姐姐看。韓好食。動點音響哈，好可愛，真的很可愛。小朋友是不會說謊的，好食是有動好食。但是兩位評審還是要根據你們的專業評分，不能因為兩個都期待女兒。就給女兒分數哦，你們兩個要有公正、公開、公平哦。寶妹覺得？cái sông bàn luôn và củ điêu當好食。củ điêu啊！好，等下完全攬出嘢哦。好，莎莎攞食咯。好了，紫色看呐，是我們新宇切的豆腐哦。小兩個，老英講哦，你要豆腐哦，是我們9歲的新宇佢自家切的哦，佢拿按豆嘅豆嚟切的哦。蠻厲害啊！係哦，你自家沒就冇了係嗎？有，對不對？我覺得用角度做當後，哎呦，最發現到起身的傳奇做老。凍到用搭皮，比較不適合自己煮吧。加啲感記應該係凍合適的呀。新宇，你自家感覺你做得有好食嗎？薑嘛又白多又香，啊豆腐也有煎多，啊擦都看到石木又加凍醬。好，緊張的時間到了，馬上呢就先來請盧師傅搶分數。好，好，等下。看一下金有鳳七師傅，等下呢兩針係當機台上嘅熱計賣啊！對，跟你說這個是比賽。哦，比賽，好啦，看一下盧師傅。呢個片炒來，個以後是，但是重點係到了那個別個姜媽嘅時節，兩片其實穿生病了麻油，其實做得生病一啲沙拉油，片片別要香一些，長病麻油。因為從了後，伊個麻油要白過頭，要就個啦，要糊糊嘅梅頭樣嘅，係，所以變到雖然講要白到，但是變到白到糊體嘅。七師傅嘅想法就蠻冇強容嗎？我嘅想法未像盧師傅樣，佢係講麻油要白過頭咧，白過頭。我嘅想法係講，佢個豆腐有冇當有創意，冇你按用炒過，用煎過，用按過半解川氣，係當有創意啦，未做到當好。係啊，呢一片嘅雞梅頭要炒到拄好，個姜撈川氣炒到拄好。啊，佢呢一片係川塔，佢呢一片直接炒有個脆口，所以我分兩片，是嗎？好啦，有新宇談清楚嘛？啊，你擺主家就做較進步哦。好，唔怕，一睇慣聽聽，唔過你也傳奇，大家都想到要拿嚟炒聽聽。看那師傅盧師傅今日做得拿傳奇，變出馬大家想唔到嘅料理呢，馬上就來看到咯。中埔素滷菜。好，大家都想來好看啊！今日盧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教大家咧？今日嚟做嘅布麻魚串切雞肉煎。全部都會嗌好食的耶！唔買傳奇雞肉煎。係啊，如老該是菜講到一半的，是豬公嘛，還有雞肉，還有香菇肉，好，還有今日準備咧風菜頭啦，咧馬鈴薯，等下會做咧馬鈴薯泥，好，還有醬料，用咧布麻。呢一盤係破過嘅姜媽絲。哇！所以佢而家穿起出嚟配咧係姜媽嘛，所以你可以撈你係元素穿配到。啊，你要細hình你自己切的啊？唔係啦，唔係嘅姜媽絲，直接用。我想說你的刀工跟我們新宇一樣好。我稍稍來做看。第一時講，你用咧馬鈴薯，然後咧係風菜頭，好切的落下去用煮嘅，冇是用脆嘅，穿做啲脆不硬軟，有啲是咧攪好是做咧。做了的馬鈴薯泥，那它是1:1嗎？馬鈴薯到風菜頭係2:1，馬鈴薯2，紅蘿蔔1，係咁樣嘅比例，攪嘅時候變咁樣。好，因為我先燙一下，等下我哋有些冰鎮，頭唔會變色。所以大家做啲學啲來吼，解下大家冇變缺啊吼。
早知道跟卢师傅借一下，就不知道嘛。我同下稍稍的冰镇。哦，这个就可以像刚才七师傅妹就讲，我们是用桶锅诶，如果就是它口内会变好嫩呐，如果你要让它脆度回来，变锅一下时候，对，哎，冰镇，这样会下酱啦。嗯，好，来来香布肉，哦，全系用桶的哦，哎，用汤的，那这个是酥肥吗？平平不去煮，嘿，哦，你哋还没地苏肥嘞哈。那想讲，鸡俩佛芒滚等一下灌佛以后，然后给它收，是不是？滚鱼咯是灌火，不去浸蛋，其实会熟成好熟咁样研做咧，这样香布肉是唔会熟的。难道还要讲新语哦？我们等下是会切菜哦。伊还让讲比赛打挑面的，真的哦。对啊，客家的比赛。很厉害哦。初级然后现在要去比，好像是中级是吗？哦，好厉害哦。啊，师傅，你俩还做嘛个？你要先捞了，先拿出来哦，不去轻，用个纸巾轻照来。就要像洗洗以后要擦干净这样。嘿，很贴配咯。嗯，他古服啦。其实他要做标本。做标本诶，没有穷诶哈。好，今日把看到新语小出来呢。加保鲜膜嘅意思係，等下用咧用到咧個，擺到咧保鮮膜個。新宇安用看得到嗎？看得到嗎？用擺到平平哦，吼。你专一不卡这吃粥可能没有像你玩扮家家酒一样。就窮啊！咋個女咧？太太看到啲位度。好，誒馬鈴薯聽有講過，很好嘅馬鈴薯咧。2-1，馬鈴薯係2，那個風水條係1。哇，夹的时候真的看得起来短悠悠的哦。哎，建议了哈。卷的时候也有要注意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注意。这真的很厉害，蔬菜卷。它还功夫菜呢。哎，该下睇下就看到师傅不用该入到该时间咯，它是一片一片叠上去，叠上去。那生筋膜后变哦。过来时间是用2片。记得个保鲜膜会紧来，冇啦保鲜膜紧到啲位度哦，等下是。哦，那拿不出来的。我都拿出来，哎，等紧拿左边转移，边转移。半头寿司那种的，哎，用寿司样哦，这样子做龙盘很好看哦。假使就要成咁咁写个串切咯，用两种方法来做，不错的。应该你要准备了木麻的酱料，还有了黑芝麻，哦，然后蒜子，好，然后调油，然后汤，还要调油哦。哦，調油就會鹹嘛，係會鹹，還有湯鹹甜嘅。哇！看到都是很油，蓝水搭搭邊。等一下，唔係打沙圈做的。來啲。新宇等一下會加油。東香，看到東香。哦，龍絲菜也可以哈，燙一燙這樣子做哈，那更好看哦哈。哇！哎呦！太厉害了吧！對咩？師傅，一盤幾多錢？哎，他要買了，要出價了，出價。因為而家拄好8漲，唔夠現場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肚後。肚後，那薄芡就不要吃。哎呦，剛剛講這個筍紅跟櫻桃樹，櫻桃比較好哎。我又不是華盛頓。林格文，我冇頭幾講，我到幾都講。因為好夾熟啦。是姓林叫格文嗎？係啊，林格文今日開始大改片啦，你看到嗎？嘿，林格文。係咩？師傅，一盤幾多錢？哎，他要買了，要出價了，出價。等下幾多錢？阿爺先人講啊，一用只香嗰度咧挑錢啊。係啊。對哦，下一次你們兩個做菜，應該前面要標一個板的哈。做燈的哈。哦，曾經。好，姊妹哈，我哋嘗試一下，好過嘅咧叫馬絲，而且都按 U。也很不容易耶！哎呦，这个用炸的啦，哈，用鋪嘅，剛開始凍好可能，結果你一下加落就哈拿醬，啊，春要病嘅嘛，春天就係配咧嘅。薑絲。哇！
原来东西应该你用摸球来放心，做咧用摸球来感觉。好，好，你俩红驸马儿串切盖牛筋，按钮就后生喽。哇！两次料理呢，太清雅都懂上色，我真的很想要签一个和平协议。哎呀，对，其实要先问新宇好咧，因为他拄好8掌，唔够现场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赌猴。肚后，那薄签就不要吃。哎呦，刚刚公司给笋红跟樱桃树，樱桃比较好哎。我又不是华盛顿。好了，我想有现款下题目可以嘛改？题目好，早起哦，3分了到哦，有的文工泡茶，用半日哦，回到了茶水你袂拄，加了的放鱼，演绎系嘛改吼 ？A 系本因茶吼，是类有好薄的感觉。B 系本因茶挑战了的调戏啊。先来猜拳好了，好，先猜拳，等下当然马熊上猜拳，新宇咯，好唔好？来。新宇老爹叫记还是4种猜稿，4种猜稿来 K 啊！學狗我東北狗嘅剪刀石條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條布，你看，对的哈。大人让小孩。新云講耶，好，来，看到了，来，你昨天先拿拍一阵先哈 ，A 来 B， 冇買 D 啊，冇用湯的啦，係。我是泡茶 B 係啊，好，那年咯哈 B 好。 B 好，回頭係挑戰我只能選 A 了是嗎？對。好，一下看一下哈，到底馬莎所咧選到哈 A 也係 B 咧，答案係 B。恭喜，你看新宇都動聽哦，我做乜嘅咧？係，因為早起啊上班吼，唔茶嘅時節，冇用了嘅茶壺啊，用太旺啊。 好，一炒你袂拄啊，要多一点放呢，系为到吼，录音啊身体健康，还有一食到了放是这啦，如何做得调戏啊，唔会食到痛吉啊、痛惊。哦，原來係安尼。可是人家就說按到要痛吉，要痛腳嘅。唔怕你用啥慢慢的調戲哈。還有我哦，你沒做得調戲，皮相米，皮相咪調戲下。好，我們就先分給新宇吧。這有腎呢。哦。而且我最愛吃的哎 ，Hello。那這裡有華盛頓嗎？哦，來，有腎怎麼辦呢？有腎呢 ，Hello。兩問題哦，總得回答你哦。好，翅膀硬的哈，欺負學姐啊。在食物面前是不能讓的。對，底下係醬嘅配到哦。等下，這個算一口吃嗎？做得，做得，做得。哦，哇，哦，幫我拿筷子。哇，怎樣被粘起來了？沒，因為等下係節目檔吼，假設係4代好，我開始會點醬哦。你唔敢識去講嘛？然後會配一下該醬醬下先。哦，祁師傅，你知道牛板？驸馬兒，那個酸氣強嘅飼料啊，按個要搭配該破過嘅醬嘛，絕對有杜河嘅味道，杜河。啊，佢啲部該餡料佢冇調味，啊，杜河是搭配該醬料，然後該醬吃落去，凍好食，凍好食。新宇，你覺得呢？暗好色，沒暗好色，演講魂上身了。給用凍安凍好色。啊，爸咩感覺咧？啊，頭啊，看到董相拿榴彈帶轉移，唔看得色啦。他就上班。哎 ，Hello，食材是俺們是個暗好色的東西。嗯。啊，皮料皮都暗好，個雞肉真是。嗱，新宇講係很嫩很好食咯。誒，白妹，其實你咪係香港比賽出來係嘛？我咧咁講嗬，因為人家係試看啦，一口吃，佢當鋪嘅水當個係佢姜絲，佢就串起爆落去，第步佢就馬鈴薯、風吹條，佢就佢雞肉，一口可以吃到全部的幸福。三沙就想來選哈。哦，等一下我們會吃啊。又在試聽。
好啦，既然讲到按用按传承的话，不如去卡都不卡周坤呐，对不对？是用泰国做的周本妈妈生，哦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按比较坤去会做嘛？好啊，好，头前呢，风吹到2分，而加油的吼，马上就会进行最杯米馆挑战。料理逢6點，涼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總鋪時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喺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分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哦，又到了一個料理逢6點的時間咯，真是讓人家又愛又恨，輾轉難眠。哦，特別看到呀30個月出來時間，就說啊，又來嘅，咩3年？不過談講吼，今日嘅飯嘅咩係食材哦？哎呦，溫幫嚟嗎？望都望過係啊。現款今日嘅題目係咩嘅？好，吉祥燒鴨胸。那就是換燒啦。哎呦，其實問題係吉祥哦。天后吧，你確定？好，先來先生，來，我們拍出我們的聰明兒月嬌姐。來這邊呢，我們運氣星宇一直以來都很好。好，星宇再次出戰。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坤曼你先選哈。來，剪刀石頭布，你看很厲害。給你先選。好，因為搶色嘅，風色嘅，風色嘅。風色。我幫你開哈。1、2、3。啊？這什麼？海苔醬嗎？金雞，好吃哎，小時候的。好，小鴨胸，來看我們月嬌姐的好不好？然後現在咋？來咋？哎，搶色。是兩汪了好的，來，好，來1、2、3。最近都好幸運哦。對嘛，黃色的配黃的。哎呀，那你們想看地雷嗎？沒關係，星宇自己喜歡的就好。我覺得星宇喜歡這個，對。你下體力打開了本台給他看一下。好香哦。哦，花生醬嗎？哦，哎，我喜歡呢。好，那我們換一下。有吐司。寶寶，你的寶寶。50該哈。其實花生醬煮鴨胸，我覺得是好吃的，我的直覺。哎，星宇假設係倆兩種，你會選哪一行？你要選海苔醬。幫我選倆兩種啊，選倆。啊？為什麼？係啊，你有試過個豬排又要用到該哦花生醬又要掃過。所以你喜歡選倆種係嗎？我識到吼。好，那我們換過來。今天冇啦，選多數做唔得冇你啦，公平的啊。好啊，大家有心情冇？有嗎？有。馬上就來進行最杯米館的挑戰嘍。好，緊張的時間到了，我要想要跟大家講一下，不管呢，請到麻醬料鴨胸就是好吃啦，對，乾煎就好吃嘞。這係冇強人嘅美食天。不如把那個海苔醬放旁邊就好哎，也是一種做法。然後我再借你一點激醬，可以嗎？正有此意。正有此意。那你們激醬也是表順條。我不行。好，大家有心情冇？有哈，馬上就來進行挑戰，倒數3、2、1，搶回4。開始嘍！來我這邊了，可以嘍，可以了哈。哎，有注水耶，好，快扭扭粥。這個梗不要可以嗎？周仔，這在你來粥。是用泰國你要粥嗎？我還想煎兩個鴨胸啊。回家煎嗎？對呀。他直接先煎，鎖住肉汁，聰明吧？愛滷嘛？哎，有它有鹹嗎？沒有鹹的要一點點跟它醃，水分要弄掉。你要吃夾煎哈，我覺得我相信他。鴨胸料理你們平常有做過嗎？有吃過了。醃一滴滴的。哦，滷一下。是用泰國懂粥哎。厲害哦。所以你有剩煎狗食材哈？先煎一下。還有郫縣蝦魚哈。郫縣蝦魚。有班有郫縣蝦魚。郫縣蝦魚就用它的油脂。我要燙菜。好，先不你煎好嗎？好。那想講星宇改片沒做，差不多開始。好，你要先鎖住肉汁，等下這樣切堆是不是？對。好。
一些些的就好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样我放心了，可以过去了。走的。哎，爸妹，哎，今天有开始见该你这样子有职业道德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说，我们路改风现在摸穷了。哦。就想讲时间好短啊。我们的那个海苔酱应该还没讲哦，不用摆盘的时候摆生条，让人家用沾的是吗？没哦，根本的主题也烧哦。对哦，所以我在想说，那个烧的味道，你挺熟 low key 的方式，我们腌的时候可不可以先用一点点，然后去给它这样撸？走的吗？走的厨师帮我啦。好。哎，你厨师帮我嘛？哎，走的嘛，从嘛对啦。哎呀，那种鸭胸肉不鸡走。然后烧的部分还有几个来，我们自己。把妹会烧吗？请牛莫谈耶。我的想法刚好相反，我把东西用好，然后烧的时候由师傅帮我。好啦，该烧的时间有啊，该鸭胸有啊，有时间的给合喷啊，会先做人错吼。啊，鸭胸用半夜做。我想用用半烫过的嘞。烫过。稍微烫一下，会不会比较锁水？好了，你如果烫一下，那我腌一下好了。你没做得切个菱格纹没做得啦，系啊。就是当包一个皮个部分，然后先切过。菱格纹，我冇老几讲，我老几都讲。因为好加熟啦。是姓林叫格纹。系啊，菱格纹今我开始大改片啦，有很多吗？有哈，从那种咧从深山呐，系啊，从深山面唔好啊，系啊。用层的哈，太明显了。冇啦，根本有妹妹菜啦。那我刚刚讲那个海苔可以先入下羽毛。有厨师帮我。因为我想说这样子比较入味啊。我建议不要。真的吗？因为它要煎比较久，你等下海苔会出口来吧。哎呀，专业。一点盐巴。米酒味吗？米酒要。呼叫粉应该。我们算帮很多了吧？好了，他们都有拿出来哦，你看。记得全拿出来嘞！等一下有骗人的，人家穷挑销嘞，还不是假水啊？要吧？等一下再来干，录个时间。哦，先不录一下。哇，烫花菜。我有一个疑问，黑公 keep 的那发这样会不会变不脆？哦，皮的部分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等下最后的时候再煎一次。现在为了熟啦，现在回熟，因为里面的鸭胸肉那么厚，要给它煎到熟。啊，对。通常我在家里面都是煎过之后再烤箱。哦。因为那么厚哦，你没有煎熟又太深的又不好吃。可是你太熟了，又肉会太柴。哇，像你煎牛排同样哦，对哈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吼，也係用蛇味哦。古時候以前有老姜料用過一筆煮，燒的，他們在這個燒的這個做法，沒關係。所以等一下不是會有主廚幫忙六十啊，那就給他們做，對，聰明。我的醬汁的部分，請主廚來幫忙。給他們燒，他們燒錯，他們自己扣自己分。對。他自己會加分。哎，对。所以按用龍珠烤魚咯，都是用燒的部分哦，讓廚師幫忙。哎，那個等下鴨胸，哎，你先切厚，對，未必燒，好冇？啊，燒跟它搞不一樣的。哦，切好給他再那個，對，要不然這樣子好不好？我趕快過去一下那邊，等下回來你剛好切好，我們就請他廚師幫我。哦，要嗎？好，可以。差不多。這個鴨胸肉這麼厚，要可能要一下子。好。哎，你看一下新宇，他好厲害。哇，這時候就要問一下新宇，怎麼該添椒而且蔥哎？還沒說的，還是要切檔呢？以前切那樣，等他這樣切丁塊啦。等下人切丁塊啊。鴨胸我注意哦，你皮未哦，好，太焦了。大哥看一下160太高溫了，抱歉。而且因為還有加糖，所以會焦掉。老雞來帶。它的醬汁有加。土河啦，你要土河，這個剛剛好。該應該係後水要做。唔怕啦，我係聽走啦。我們聽走。你要哪一個？哪一個是？看你平常抓壞人的時候，分享一下。看哪個像壞人？我一看好像是誰比較壞啊？誰比較壞啊？土河啦，你要土河，這個剛剛好。太焦一點了。不要蓋蓋子了，太焦一點了。那邊那面沒有那個。可是不蓋蓋子的話，它沒有裡面不會熟吧？對啊，那個裡面還硬硬的。你等下還要煮啊？啊，對，還要燒啊，還要煮啊。所以蓋着怕它會那個已經有焦糖味了。哦，啊，新宇剛剛除了切個添椒之外，還有切乜嘅？
葱头会切吗？你会切吗？洋葱？他不能一边切一边哭哦。新鱼的头要切脱。个鸭胸要注意哦，温度感觉要不要加点水？哦变面膜，哦变面膜。我觉得你加点水比较快熟。冇变面啊，系啊，拄好。哦，那一类嘞啊。嘿，昨天那一类。我是袂。拜拜了。那一类嘞。我觉得你要不要拨签？我连要风风呢。你等下会切啊。好，要师傅帮。你要现在帮帮我吗？因为聊下还有等一下。我们那边要帮帮我了。好，系吗？要我们先过去60秒。我先看改变你先在那边一下。好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要厨师帮帮我了吗？好，好来，好，就各就各位，要找哪一位师傅都很棒，我都推荐。是啊，你要哪一个？哪一个师傅？看你平常抓坏人的时候跟有文献。看哪个像坏人？我一看好像是谁比较坏？啊，谁比较坏？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这个一看就知道好人，好坏的人。好坏的人，坏人，他需要吗？对不对？我来。好，你讲厨师天数矮。啊，厨师天数矮。其实抢厨师天数矮，我是台湾人哈。哎，你看厨师做的木桶哦。哦，一片表一片去种就好了。啊，安尼啊。去种的这好表。所以不是宣府哈。等下后袂长假，你还放一片朝向嘞。按了鸡酱炒一下会比较香哈。炒的就冇重样哦。哎呦，好，一汤。好。啊，今米来炒的。哦，你看你下炒的就当强了哦，冇重样了哦。好，你得水帮你烧一下。哦。你看，你下豆豆在红呀。豆熟喽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等下水面去酱豆下去啊！好，这样好，我手机救诶。缠到嘞，袂好了，袂好了。要关火了吗？这个要倒下去了吗？去酱哎，要倒下去了。好，倒下去。这个。去酱下去。哦，去酱。第一张。你去酱不要撞下去。啊？去酱下去啊！最后才那个下那个。啊，这个。好。记得要关火了，记得要关火。这个要倒下去，倒下去。你要救救我哎！等一下，我要让星宇台上讲。厨师天数矮。好，因为选哪一杀？你要选哪一个？你觉得谁最快会当爸爸？你想选谁？你自己选。自己选。这个来，你是被星宇钦点的呢。对啊，很快就有女儿了，肚子马上就有感觉喽。朱姐该好莫讲鼻息快时，快时的呀。好，30秒了。长快心灵啊！你要去水切蛋。切蛋个落去煸之后咧，唔怕，现在味道最要紧，酱先帮你炒一下。所以我这切边比较好哈。哎，你要走，我们得走，是就师傅走的，走得走。把它夹进。魔法图嘞？嘛个魔法图。太大块。冇嘿，2拍，等下你一定要停扫帮佢，扫帮佢熟，扫帮佢熟时候咧哈。那等一下该酱还会干嘛？酱海苔酱了，你等下要吃下梅头时候咧。那细了嘛，干嘛？不是。还有就刚刚快点变嘛。按时候咧。啊，等下2百块的先来变咧，等下摆盘时候咧哈，要通过摆盘出来。呛怕水摆盘时候哦。好。哦，天天都扫帮你熟时候咧，啊，个开面好咧啦哈。啊，还要扫哦。谢谢为敬。好。一个人顾这边好，打开来看。火下台底咁拍，这么熟哦哈，要收汁对不对？要烧进去。你还提起白雪该鸭胸肉吗？那提白按样的料理啦，俺们唔是煮过啊。你试试看，试试梅头，是味道。该应该后水要做唔怕啦，唔会听走啦。我们听什么大风大浪冇见过？做得吗？做得吗？该洋葱有甜味有出来吗？有。好，变落去。好，变落去。搅搅啊！好，我们要倒数哦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就要吃看下最杯面一罐奶布卡真系列台中普嘞。哇！吃料理的这一天用咱们单位吃剩的两部卡后，都会前那个压胸的时间都有非常漂亮的画面。嘿，对，全部都想要擦擦。先来吃吃看红队吧。好，
请拜托要咬到酱，不要只用筷子哦，吼。没有，要咬酱哦，很好吃哦。干嘛干？又香又好吃的，哎呀，又好吃。有满意吗？有满意，请满意。啊，应该都吃到诶。卢师傅挑的肚喉，没调过甜过酸外，肚喉带出给肉的那个鲜味，也吃吃看蓝队的。你们盘子里面黑狗有酱汁，等一下要分清楚味道哦。没有，那就黑龙跟那个海苔酱来走。好，太干了，吃吃看呐哈。师傅很包油。那就个鸭肉吼，嫩嫩的，没调老哦，它就紧紧就烧到，就烧落去。哎，我觉得加海苔酱蛮好吃的。对，有出乎我意料哦。很大哎，我觉得。你们师傅太厉害了。又好吃哈，是有太拱这哎。好吃啊，那海苔，蛮对味的。那等下问一下新宇，好不好吃？他有问一下，比高鱼肉哈，我们这边你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酱料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海苔的，一个是橘子。你喜欢吃橘子还是海苔？海苔的，去甲猪尾烤好食。好，紧张的时间到嘞，我相信呢，两个做爸爸的师傅，心度红都会十分的挣扎，都在按用的来评分呢，还是照着厨师的专业哦。卢师傅酱分数。哇！要得到日本人，你看个新宇嘅笑容日出来，你一下再看一下青玉凤七师傅。哦，来卢师傅抢公平。其实两片吼是正差到咧红肉，就是的，这是地的。一片个你可能感觉冻紧状去落来煎，因为电落去摸煎按手，可以煮的些嘟嘟好熟。所以是啲红肉啊，香本肉是9分熟，熟的是嘟嘟好嫩。然后是电到讲，佢煮的时间可以好对对对咪，切到好泡嘅，好泡就做为好加熟咁樣啦。即係落香本肉嘅，就都係口感。七師傅講，我喺中意呢片嘅想法係講，佢間紅肉煎到嘟嘟好，嫩嫩紅肉嘅，吼，呢一片是正差到佢嘅肉嘅部分甜啊，佢嘅肉能夠煎到嘅含嫩一點啊，是嘟好咧，吼，是正差到紅肉甜。好，今日嘅成績出來了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券。恭喜！耶！謝謝。好，咱准备动吼吼，看到你阿礼服吼，我们旁边也笑出来了。你阿礼服系按到吼，太金石不粘锅，哎呦，玉纯良哦，那好，送给你。謝謝。今日當難得的機會啦吼，先來請葉小姐，按難得老爺嘅細郎我叫我來比賽，來同大家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心得，講較多啲話吼。哦，我感覺到禮拜吼，本來學得真多呢，咁樣唔是參加安尼哦，忙你講做得好，還有。學動多啦，又好看又好教啊！好，恭喜！好，師娘太哥、老太家來分享一下。因為當歡喜哈，來記啊機會來咧學煮菜哈。雖然講我們冇要食一道還沒有嗰樣嘅料理啦哈，但是啊，我知道我哋三隻廚師咧，不愛嚟樣嘅建議啊哈，不愛嚟啲種同樣一樣材料哈，加冇同樣嘅配方啊哈。食起來嘅感覺都冇完全冇共樣，要再問大家學習更多。讓個節目哈，一天都推廣俾大家來看，大家來學習做菜，謝謝。哇！恭喜恭喜！好，等下問一下我呢個白妹哈，問一下今日來參加比賽，有冇想法咯感想嘛？我第一擺參加呢電視節目，心都當緊張，唔過哈我當歡喜。電視做當多安尼主持嘅節目，我都當好看。啊，尤其兩隻師傅哈。今日教我安尼比賽嘅方式啦，我專心係咪做得學習當多啊？我專心做主本不看顏色。新宇咧，今日來參加比賽，有冇想法咯感想嗎？切菜還有更進步嗎？你覺得？有哈，下次還有機會哈，喊我來參加嗎？哎呀吼，大擺看到成個安陽吼，就會想到吼，無論佢煮出係安陽啦，看到佢這樣笑容就會覺得好天真、好快樂。煮出時候安陽快快樂樂是出來，對不對？好，恭喜！謝謝你們，恭喜！好，今日嘅十分的歡喜哦，睇下來到邊呢，面對到講真嘅呢，係你客家人較少用到嘅食材，像呀嘅鴨香，睇下呢就把握到呀嘅煮菜嘅精髓，故所呢發揮自家不開米食，就會最讚到嘅米食。
系啊，大摆吼，两组来到我呢个节目吼，是做啲好多动作嘅东西，那到电视机前头看系完全冇强容嘅，所以欢迎大家日日来到现场来报名参加哦。冇唔错，用看呢含啦吼，含芒果年，日日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张操。欢迎你看下来报名，一家之主就会等等你哦，一家之主，你和你拜再见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